經過可能大堂嗰啲電梯出入口嘅時候，其實就已經見到啦。後日就會做呢個活動啦，甚至乎可能係再問一啲人，咪聽日就做啦嚇。咁大家都早少少有一啲預備咯。係咁見到都其中一間巴士公司係佢嗰啲發出嘅一啲公佈咧，都有講到係唔會臨時停嘅，即係臨時唔會停嘅一個站點，同埋乘客建議佢哋可以去嘅另外一個站點嘅。不過就係好似啱啱阿 Ben 講到就係如果可能同屋苑嗰啲可以再貼多啲告示咁樣通知到啲居民去睇一睇啦。咁我哋或者再接聽下位聽眾啦，係蘇生嘅電話。早晨，係早晨，早晨，早晨，蘇生。早晨，3年嘅央積金，4年嘅消費卡，馬上歸還俾人民。全部嘅公務員，包括紀律部隊啊、獄警啊，立即執行祖國形式退休制度，唔好違反祖國嘅指示。忠誠不絕對，等於絕對不忠誠啊！啲公務員啊，出生入死為你哋啊，包括你個澳港事啊，你有問題你咪去報警。你咁歧視啲紀律部隊嘅警察部門？警察部門幾偉大啊？做幾多嘢啊？又交通啊，又犯罪，係咪？又維持治安。咁點解啊？冇退休制度啊！你違反祖國習主席嘅指示啊！青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話俾你哋聽啊！岑浩輝特首都係咁講，係咪？所以咧，你哋而家我話讚下你哋有兩個婦女喎，而家唔怕口誅筆伐，改善咗。蘇生，我哋今日都關注嗰個高空雜物嘅，你有冇見到啊？有啊，我就唔見嘅，因為我喺大陸住咗11年，大陸又冇高空雜物，好少。我住嗰個小區，雖然我係租嘅，唔係買，我都住咗10年，30樓。我話俾你聽，你而家點解澳門啲高空雜物，嗰啲咩人嚟噶？以前我哋葡國時代嗰時邊有啲咁嘅嘢啫，係咪？但係而家我感覺，你唔知嗰啲咩新移民咁曳嘅嗰啲質素。但係我喺大陸住，哇！啲青年人啊，同埋有啲人民啊，個素質非常好。點解你而家澳門搞到咁啊？係咪？咁而家邊個負責啊？咁都得嘅，即係岑浩輝講得啱，你哋搬上嚟住啦，尤其是你兩個女人啊，唔好匿埋澳門啊，搬上嚟住，去睇下祖國嘅發展，係嘛？還有嗰個黎生日日喺度嘈，啲政府唔搞掂佢啊！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多謝蘇生。係啊，咁啊，講起嗰個高空雜物咧，無論任何人士都係唔可以咁樣做嘅。咁啊，當中點樣推動大家真係要認識佢即係所可能出現嘅一啲責任啦，以及係即係提升一個各個公民素質咧。而家監管度都比較困難。係啊，咁啊，當然就頭先我哋都提到啦，要執法嗰度可能都存在一定嘅即係需要一定嘅難度或者技巧，特別係點樣係，因為你抌嗰個物件嘅時候係幾秒鐘嘅事啊嘛，係冇錯。咁你就算揾警察嚟到，只不過係見到現場即係滿地瘡痍嘅呢個情況，咁究竟係點樣去處理咧？咁其實內地又好，香港又好，澳門又好，近年都好多人俾好多意見嘅，咁啊，但係當然又會涉及到一啲係咪要修法啊？係咪又話要增加啲法規啊？等等，咁大家都可以打嚟講下。咁接下嚟有李生。